好，我是赖伟一，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首先带大家来关心高雄捷运黄线，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开工，行经高雄的市中心跟人口密集区，但全线有66行经的中高土壤液化前市区。因为过去红橘线有坍方的先例，市议员郭建盟要求市府要做好防范工作，避免发生严重的公安意外。高雄捷运黄线将在明年动工，提供给市民更加便利的轨道路网。但是整条黄线穿透整个市区，全线有高达66%都在高土壤液化浅市区。高雄市议员郭建盟就表示，应该要做好防范措施，才能避免发生严重的公安意外。捷运黄线明年初就要开工，23个站体里面有16个站体是在高土壤液化浅市区的范围内，其中23公里的轨道内也有66%大概15公里，也是在中高土壤液化浅市区，而且在新兴、苓雅、三民区的人口商业密集区里面，长达7.8公里是高土壤液化浅市区的范围。黄线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开工，总共有23个捷运站，预计采用浅墩工法来施工。但是未来将有16个站点，就位在于土壤液化高浅市区。除了鸟松地区，其余部分都是特别警戒区，应该要在开工之前再次确认是否可以安全开挖。轨道也在20米，正好是在我们地下水的水位区。所以这些土壤都是沙质跟粉质的土壤，如何避免在开挖的过程造成邻房、民房的塌陷？在过去我们红橘线施工的时候，都有一样的问题出现。因为过去捷运红橘线施工时就有坍方记录，这次黄线更是布满了大量的土壤液化挤市区，应该要汲取经验，将风险降到最低。地质改良是必要做的，包括所有的这些地质测量数据都应该及时公布，让周边的居民、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共同监督工地的安全。针对捷运黄线所行经路线的地下地质状况，捷运局事先都有进行详细的调查跟评估。那我们会要求统包商跟设计单位，针对土壤液化浅市区，针对浅墩隧道跟所有的黄线经过的站体，以必要的地盘改良工法跟足够深的离区别来确保捷运施工的安全。高雄的轨道系统逐渐成型，但是在期待新线开工之前，也应该再次全面检视施工配套，以免还没有体验到黄线开通，市民的住家就已经变成地下捷运站。记者孙军高雄报道。回收床垫需要进行人工拆卸，费时费工。除了高雄市政府从明年元月1号开始要向丢床垫的民众收取拆解费用外，环境部也倾向修法，向业者收取回收清除处理费。床垫由多种材质组成，中间的铁质弹簧架可回收，各层布类则需剔除。因此，高雄市府将在明年收取废弃床垫回收拆解费用。一般床垫收费375元，独立筒床垫则是700元。实在是因为拆解床垫非常耗费人力。一个工班大概3到4个人用一些切割的机具比如说刀片切割机具，把床垫的那个废纤维布跟废铁来分离，这是传统床垫的部分。而其独立筒的部分会更复杂，因为独立筒每一个床垫里面有很多的圆柱体，那清洁队员必须要把圆柱体里面每一个的弹簧把它抽出来。那平均来讲，弹簧床垫的话，传统的话一个人平均大概一天只能拆10床。那独立筒的部分一天平均可以拆3.5床，所以就搞刚去年6都就回收超过58万床，由于拆解人力不足，许多县市堆积如山，因此环境部评估修法，向床垫制造商或输入业者收取回收清除处理费。那未来我们也向环境部这边来看是不是可以反映，就是把弹簧床垫列为公告应回收废弃物。那它的精神就是跟制造端或者输入端收费，后续来补贴后续的一些处理费用，这样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在管理上也会比较周全一点。修法后，由业者出资提供清除床垫的费用，民众就不必再缴交回收处理费。但民众认为业者会将费用转嫁到床垫价格上，一样是民众得付钱，但也许是一种抑制浪费的方法。一定的啊，到业者身上就转到消费者啊，变成床垫价钱会调高。对。
没错，就是没有一下子收我们很多钱啊。以前大型家具也不收钱的啊，现在要啦。床垫我觉得就是对啊，循序渐进。我觉得也可以啊，因为通常大家都不爱惜东西，对啊，收费高一点，我觉得也可以抑制那种，就是可能一下下没有怎样，然后就要丢掉或怎样，反而不是使用期限到才要换，就是可能看到新的就想换。若环境部有心施行，明年就有可能上路，只是施行前势必会有波床垫涨价潮。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随着消费习惯的改变，传统市场逐渐被淘汰。市场退场过后，留下的用地如果没有转型再利用，不但相当可惜，也可能产生各种社会问题。位在高雄前金区长生里的自强市场，废弃后没有有效管理，反而成为了登革热的爆发点。走进高雄前金区长生里的巷道内，有一座被废弃的市场，可以看得出已经搁置在这里好一段时间了。这座名为自强的传统市场，从民国50多年就已经存在了，是过去在地人的生活集散地。但是随着消费习惯改变，传统市场面临淘汰，这里也成了其中之一。我们这边是原本在民国57年的时候，那个建筑图里面刚初开的时候，它里面存在的一个传统市场。它当初的产权也很复杂啦，就一个摊位就有50几个那个所有权人。现在传统市场因为慢慢的没落，慢慢没落的情形之下，它就慢慢的被淘汰。那淘汰之后，没有摊商，问题是它的地方还是存在。那它的地方存在，就会造成地方的一个，死角。对，即使是大白天，这里依旧看起来相当的昏暗。到了晚间时段，就连社区巡守队也不太想经过这里。像是这类型的废弃市场，很容易成为社区死角，甚至会成为引发病媒蚊的滋生地。去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就单这个市场，它就已经有差不多16例的个案了。对，那就是就是在这个菜市场一开始爆发出来，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年我们长生里整个里有18例的登革热案例。那一开始的起源就是在这个菜市场。去年我们去年登革热爆发的时候，我们有做一个大扫除。那大清除的时候，我们有突然发现这个位置，它里面是一个防空洞。那里面我们一打开，它有100多公分的一个积水，它是不是就是这次的病媒蚊的滋生地？那我们希望是不是政府相关单位是好好的去，我们看要怎么去把这个问题去把它改善去处理掉。废弃的传统市场缺少管理，很容易产生卫生和治安的问题。但是因为这里的产权过于复杂，一般业者想要整合收购相当困难。居民希望市府能够出手协助帮忙拆除自强市场。变会死安尼吼，这无处理吼，登革热啦吼，一款家蛇啦、鸟鼠啦吼。卫生足歹安尼吼，这无赶紧处理掉吼，健康完了无好安尼吼。对呀，拆掉最好。去年还有人在卖，还有几摊在卖，后来就没有了。就希望政府帮我们弄一下，看要怎样，看要都更还是怎样。说我们这个市场竟然已经废弃掉了，它现在连市场用地都不是了，它现在是属于第4类的商用住宅区，不是市场用地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去协调所有权人，或是说我们政府可以有一个公权力的部分，去把这个市场给它拆除。随着时代变迁，传统市场买菜已经不是首要选项。市场退场后，废弃的用地如果没有转型再利用，不但相当可惜，也可能产生各种社会问题。记者苏安军高雄报道。桃园市府都发局日前正式启动新建龟山区2栋社会住宅，包含下龟山的新安段跟大平顶的善捷段，共计约有500间房间，预计在民国116年完工。2栋社宅不仅都规划成多功能社区中心，更特别在善捷段社宅尝试设立共享型青年套房，希望能让青年朋友有互相交流的空间。第一铲一洞湖，金铲挖下一口气，为龟山区带来2栋社会住宅。台湾市府都发局在11号上午正式启动新建龟山区社会住宅，分别是位在下龟山的新安段和位在大平顶的善捷段，共计约有500间房，预计在民国116年完工。桃园市长张胜珍也特地到场祝福，称在2处社宅不仅都规划成多功能社区中心，嘉惠市民生活所需，更特别在善捷段的社宅尝试设立共享型青年套房，希望能让青年朋友有互相交流的空间。桃园市龟山区第1栋跟第2栋的社会住宅，
分别位于善捷段还有新安段2栋，今天同时开工动土。这2栋社宅分别预算是25亿跟16亿，加起来超过40亿，也是我们龟山第1栋跟第2栋我们市政府所主办的社会住宅，预计在116年能够完工。那么这个社会住宅，我们有新的尝试，我们让它变成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社区的中心。除了社会住宅以外，我们里面还设计了有市民活动中心、托婴托幼、老人的日照，甚至还有微型的运动中心等等。希望除了解决这个住宅的需求以外，也能够一起解决我们很多社区缺乏这种社区的各种活动的这种设施。那么另外，在我们的善捷段也有我们的青年社宅，也希望能够让青年能够多加互动，能够展现他们的这种社交活动。我们也期待所有的施工团队能够帮助我们在116年这2栋社宅都能够顺利完工。桃园市府社会住宅发展处处长也进一步介绍2栋社宅的设计规划。善捷段社宅位处 A7 文青水资中心对面，临近大学和科技园区，设置了包含亲子馆、图书馆等7项公设，还有34间青年住宅，透过共用客厅、厨房和餐厅，增加住户的互动性。善捷段有7个公共服务空间，从小服务到老。也有微型运动场馆以及图书馆的设置。这个社宅呢，总共有336户，分别有1房型、2房型跟3房型。特别规划了34户的套房型的空间。这个地方是我们实验性的规划。那这34个套房型的空间呢，共用客厅、共用餐厅、共用厨房。那也有共同的洗衣跟晒衣的空间，让住在套房里的人的生活空间是可以有一种跟邻居互动形式的这个实验啊。那我们希望这个年轻朋友、青年朋友、单身或者情侣、小两口都可以来申请。至于新安段社宅则位处自强南路旁的新兴重划区，周围有小学和社区，因此设置了市民活动中心、居家托育中心等8项公设，希望提供市民朋友更好的居住及生活品质。新安段的社会住宅有8个公共设施，也是一样，从托婴、托育到老年的长照、日照都涵盖在内。那这个地方也因为区公所地方的需求，也有市民活动中心入驻，离三英路的龟山工业区也非常近，大概距离只有1公里。所以这个地方规划了130户的社宅，其中有超过1半以上是1房型的这个房型，当然也有2房型、3房型。那这个地方因为考虑到这个工业区就业服务的便利性，所以呢，我们欢迎在这个区域附近的劳工朋友、青年朋友都可以来登记选屋。龟山2处社宅皆位处交通便捷之处，就业环境便利，不仅解决民众的居住需求，丰富的公设也成为一大亮点。是否期盼打造社宅成为生活机能优质的居住环境？记者刘婷台报道。因应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蓬勃发展，新北市教育局宣布启动培育未来半导体人才的新矽谷计划，携手国中小、高中职、科技大学及产业界，正式成立新北半导体联盟。新北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这项计划将为新北学子提供全面且实务性的学习机会，逐步引导学生探索半导体产业，并整合产官学及顶尖科大的丰富资源，向下扎根，积极培育下一代专业技术人才。完成我们最后的启动仪式，向我们半导体人才的培育计划全面启动。因应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蓬勃发展，新北市教育局今天宣布启动培育未来半导体人才的新矽谷计划，携手国中小、高中职、科技大学及产业界，正式成立新北半导体联盟。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及参与联盟的各校校长、半导体相关产业端的代表们也出席今天的活动，并由学生引导局长操作科技手臂，成功点亮象征半导体的灯泡。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借由整合产官学及顶尖科大的丰富资源，向下扎根，从国小开始积极培育下一代专业技术人才。台湾未来的护国神山怎么样在整个半导体的发展、世界的竞争中，台湾能够立于我们未来更好的竞争力。所以我们这一次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
科大还有我们的产业界的支持，让我们从国小开始做职业试探就是我们的全国第一套的半导体的职业试探的一个实作课程，至少18个小时。我们会在国小、国中全面的推广，让每一所学校只要有兴趣的孩子，及早了解真正的半导体的一个真实的制程跟所有制作的现况，能够让整个孩子对于他未来要想从事半导体未来系世代的一个工作，能够有非常清楚的了解。锦和高中校长张纯宁表示，锦和身为国教署第一届通过半导体课程的学校，这次感谢教育局的邀请加入半导体联盟。除了让孩子可以在弹性学习时间或是其他微课程时学习到更多半导体专业知识外，也能透过产学合作学习到更多实务上的经验。基本上来说的话，因为我们高中的部分大部分还是学科课程，但是因为参与了半导体联盟，确实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弹性学习时间，甚至于是在其他的微课程上面引入半导体相关的概念，所以对高中端而言，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在高2已经适性分流之后，针对数理学群的孩子做一个推广，所以也非常荣幸有机会代表高中端加入这个半导体联盟。以锦和高中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已经是国教署第一届新北市通过半导体课程的学校。那本身我们自己就有物理老师担任半导体课程的教师，但是确实我们需要更多产学合作的经验，所以透过这个联盟，可以让我们跟龙华科技大学还有研华等相关企业的合作，对于高中生走入产学交接的这个历程里是非常有帮助的。樟树国际实中蔡同学表示，他是从国中时发现自己对资讯、半导体等科技产生兴趣及向往，除了平常努力吸收相关专业知识外，也定下未来目标，希望有机会往资讯方面的工作发展。那我自己是在大概国中9年级左右开始升学时，就开始对资讯方面有一些向往，对于半导体之类的其实蛮有兴趣的，因为在国中阶段就接触过很多类似的资讯，所以在那之后，从高中就一直很想进入资讯科，而从资讯科之后也一直在研读这方面的专业科目，希望能朝着科大的方向继续发展，然后之后也考虑想要向资讯方面的工作发展。这项计划将为新北学子提供全面且具实务性的学习机会，逐步引导学生探索半导体产业，并整合产官学及顶尖科大的丰富资源向下扎根，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培育100万系世代精英。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10月8号，海保署海保救援网破报，台中鹿斯林沙滩发现4只活体的鲸豚搁浅，其中2只体态较健康的鲸豚，前天送抵基隆八斗子安置中心进行医疗照护，经判定是瓜头鲸。国庆日上午成功在台湾东北角野域野放，成功回到大自然。保育志工、河岸学员合力将瓜头鲸抬上推车上，准备到基隆外海进行野放。船只在岸边已经准备就绪，2只瓜头鲸在救援小组照料下，双十国庆这天顺利回到大海。的救援跟最后收容跟野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非常的顺利圆满。那我们刚刚在海上也亲眼见证了这个动物们进到海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非常令人感动。海保署海保救援网8号下午接获通报，在台中的鹿斯林沙滩发现4只活体鲸豚搁浅，由于小虎鲸和瓜头鲸外形相当接近，救援小组一度误判为小虎鲸，2只健康的瓜头鲸9号凌晨送到基隆八斗子安置中心医疗照顾。虎鲸的搁浅事件呢，那其实送到我们八斗子海之声呢，都已经是凌晨的时候，可是很多的志工，包括我们市府同仁都已经在现场 stand by， 然后志工和这个市府同仁都有足够的休息空间，所以这个海之声的成立，然后这个精神中心救援的成立，其实在北部其实真的是蛮需要的。2只体态健康的瓜头鲸10号上午搭着船艇
前往东北角进行野放。不过台湾的瓜头金基底搁浅，这是非常的少见。那我们现在目前没办法判断它是不是跟这个人为的活动有关，但是我们可以判断的，一定可以确定的就是，他们应该就是可能在1-2周以前遇到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导致他们的方向开始有一些错误的这个就是游泳的方向，然后并且因为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又开始有一些感染。海面上风浪起起伏伏，瓜头鲸野放之后，悠游在大海中。国庆日这天，重回大自然怀抱。记者黄松明就报道。新北市政府脸书粉丝专页我的新北市是全国粉丝数最多的地方政府官方粉专，粉丝数目前达到了101.7万。为了庆祝13周年，新北市政府新闻局选在新北大都会公园举办动物狂想曲野餐音乐会，邀请长期致力于培育小爱乐种子的国家交响乐团，现场演出多首经典的亲子主题乐曲，为现场的市民朋友带来好心情。新北市政府脸书粉丝专页我的新北市是全国最资深、粉丝数最多的地方政府官方粉专，粉丝数目前已经达到101.7万。新北市政府新闻局为了庆祝13周年，在新北大都会公园举办了动物狂想曲野餐音乐会，市长侯友宜亲自前来感谢市民朋友关注我的新北市，希望大家在美妙的音乐声中开心的野餐，共度欢乐的亲子时光。我的新北市就是新北的大小事都在我的新北市，已经走了13周年，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的粉丝们已经达到101万，是全台湾最资深也最多粉丝的一个官方账号。所以新北市在我的新北市里面，大家关心的大小事有101万，全国最多的粉丝们在关心。所以谢谢大家用脸书我的新北市彼此之间来互动。所以借今天这样一个天气好的机会，我们特别请 NSO 国家交响乐来用音符来跟我们小朋友跟全家一起来分享喜悦。侯友宜市长表示，我的新北市脸书粉丝已经超过了101万，市府透过粉专推广各项重要政策、观光景点以及许多大型的活动资讯，还有运动赛事以及生活资讯等等，让民众可以更加认识新北这座大城市。想要知道更多的新北大小事，欢迎关注我的新北市脸书粉丝专页。记者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由知名眼镜品牌推出的魔镜新思计划，今年还是以动物平权为主题，用回收眼镜创作出一座动物友好乐园，展开北中南巡回展。第2站来到台南展出，现场除了有大型公仔之外，还有文创商品义卖，所得将捐给动保团体。知名眼镜品牌长期推动环保永续、关怀动物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3年，以动物平权为主题。用回收的眼镜创造出一座动物友好乐园，由该品牌总经理邱明奇邀请市长与民意代表共同参与。这次其实是那个永续的活动的第3次了。那每一次举办，其实每一年都会跟消费者去收集他们回收不用的眼镜，然后把这些眼镜做成各种的艺术装置物。第一个是表达永续环保的概念，那第2个就是现场大家有看到很多动物，对，那我们基本上强调是动物平权的理念，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只的动物，以及就是用动物做这个设计去做很多商品的义卖，然后这些公益的义卖品呢，都会捐给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去宣导动物平权。身为一个企业，尤其是外商嘛，那当然要对台湾社会有贡献。那第一个想到，当然企业能做的第一个就是永续嘛，所以回收眼镜，然后再来，其实在台湾会发现说，我们的动物的只数，就是猫狗的只数已经超越15岁以下小孩的人数了，也就代表其实他们的被重视度是越来越被重视的，所以其实也才会想说，那可能对台湾人来讲，动物平权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开始
始，从第2年开始就以动物平权为主题，一直做到现在。我觉得其实这些废弃的竞价要到哪去？谢谢 Jeans 能够经过大家的一起努力，能费劲能够收集起来，然后能够做出一些非常好看的这个这个文创产品。那我相信也期待大家一定要去买，买了一举恩得。第一个是它的产品具有许多创意，第二个它的产品解决了很多废弃眼镜的问题，第三个收益还会捐助给这个生态保育跟我们的动物保护。因为台南市在多年前成立专责动物管制队，与品牌动物友好乐园推动的动物平权理念相结合，现场也邀请专业的驯鹰师表演。在驯鹰师的指导下，市长黄伟哲与品牌总经理也第一次与老鹰展开亲密互动。这座动物友好乐园除了用25000只回收的眼镜创作一面涂鸦墙，另外现场还有大型的保育类动物公仔以及快闪义卖店各式文创商品。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展到10月27日，而义卖所得也将捐给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记者李盈根台南报道。2024基隆山海艺术节在国庆当天开幕，一连3天活动精彩连连，结合多元剧团演出跟首次在基隆登场的500台无人机展演，吸引了数千名游客到基隆观赏。看到无人机排列出双十国庆的图案，市长谢国良跟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直呼很感动。基隆山海艺术节活动中，首度安排500架无人机升空，排列出象征基隆的邮轮和老鹰等图案，吸引上千名游客来到基隆观赏。开幕活动当天正好是国庆日，无人机也排列出双十国庆的图案，接着还有蛋糕，让现场观众看得好感动，一起来祝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什么拍起来？有拍起来了，拍起来，拍起来了！你看，哇，很漂亮啊！对，来看老板们，厉害，是哦。那院长在基隆这边看这样山海的这个无人机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特别，因为跟一般的烟火不一样啊，所以今天韩院长去看烟火，我来看无人机，其实都很棒啊。我在基隆头，我在台湾头，他在中南部啊。那都在为中华民国庆贺生日快乐。我想此时此刻大家应该都很兴奋，有爱城市，哇，好棒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科技、很创新，而且另外一种的庆祝的方式啊。那这个也不会有什么烟啊这些等等啊，感觉上也是蛮安全的，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尤其在海港。对，海港，今天天气又不错，真的很棒，在海港。然后我们刚刚来，觉得海风还蛮凉爽的，所以在这么秋高气爽的夜晚，在基隆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帮中华民国庆生，真的蛮好，蛮感动的。还有我们那个这次双十国庆的一个 logo， 我想这是我们韩院长他这次双十国庆特制的一个，让我们回想到我们庆典百日，我们自己的中华民国的一个国徽的一个庆典。有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在国庆大家可以看到，跟烟火又有不太一样的氛围，而且呢，让人家感觉有很多科技的创新。我们是10分钟10个不同的图案，所以我想给市民朋友更多一个好的一个新的体验。蛋糕，谢谢。我看现场的很多的观众对这个初次的无人机在基隆表演非常的兴奋，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看到我们基隆市更多的无人机的表演的这个精彩的时刻，让我们全民大家共享这个喜悦的气氛。2024基隆山海艺术节以一起同乐会作为主题，安排许多亲子剧团和特技演出，
精彩的内容吸引热情的亲子朋友挤满国门广场。那因为其实基本上之前基隆很少有这种活动，所以我们都必须往外县市跑。那因为这几年吧，可能风气有带起来，包括有一些室内的一些亲子活动的空间，因为基隆很常下雨嘛，然后又有这种的活动，就会让我们不会想说跑那么远，因为有带小孩子，你们大家都晓得，有时候可能你要抓他吃奶的时间啦、睡觉的时间，那没有那些舟车劳顿之后，这些活动我会觉得更好、更方便这样。其实从去年呢，我们把曾经的一个艺术进去这个整个活动做一个整体的包装，打造一个属于基隆的新品牌之后，在今年我们就希望创造给小朋友，就是从5岁一直到18岁小朋友不同的年龄层的一个剧团跟文艺的一些活动。那除此之外，我们会有无人机的表演，也希望透过这个庆祝我们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在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的用心策划下，这场山海艺术节结合丰富的艺文表演和无人机创新科技，展现出基隆的特色，也陪伴民众度过一个欢乐又温馨的国庆日。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2024台北时装周系列活动正式登场，正适逢建成140年。今年以 Dress Code 台北盛装台北为主题，用时装跟音乐的跨界展现台北的风格文化，更邀请奥运拳击选手吴诗怡、陈念琪以及金曲歌后孙盛熙抢先走上伸展台，为台北时装周揭开序幕。无情战队吴诗怡、陈念琴2位拳后穿着设计师服装惊喜现身，力挺台北时装周。今年台北时装周以 Dress Code 台北盛装台北为主题，用时装与音乐跨界展现台北的风格文化，更邀请金曲歌后孙盛熙一同为台北时装周揭开序幕。今天的穿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哪一位设计师？好，今天我这一套设计师是Bob Jane 设计师他所设计的衣服，那我会选这一套，我觉得这是我衣柜不会有的颜色，所以我觉得蛮新鲜，然后我觉得穿起来蛮有气势，所以我选择这一套。你愿意接下来出门就穿这样子吗？没有问题。真的吗？除了穿运动服，就要穿我们台湾设计师的品牌。是，要大力支持台湾。好。谢谢念琴能够给我们大力相抵。诗怡呢，身上这一套，刚才其实 Justin 有些预先帮大家讲了，你是冒险者个性。其实本身也是狗派，所以呢，穿上狗狗的衣服，加上刚刚老师说的冒险者的精神，就有点就像是我想传达的精神这样子。它是以军装为设计概念，跟我平时就是典礼啊那种性感的又不太一样，今天是酷帅的路线。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这2片可以合起来，就变成裙子的感觉。哦，它有多样的穿搭方式，所以很喜欢。像我们如果主持的手卡，就可以放很多在里面这样子，这个很适合这样子。棒，这里也有面纸这样。每年台北时装周跨界时尚大秀都会透过甄选方式，让更多新锐设计师参与。这次共有6位台湾知名设计师品牌参与，用时装演绎城市。记者会更选在大稻埕老宅咖啡馆举办，完美展现时尚与复古的新旧融合。今年主题我还是会围绕在我品牌是以人为本的风格，然后结合一些台湾本来就很厉害的机能面料、工装元素，然后去设计我觉得很酷的东西。对，今年也会是我觉得我会做出我觉得我对很自我的东西啦，然后想要丢给大家看看，大家去喜欢这样。那今年的主题是是 MBTI， 但是我其实更想要讲的是，期待。服装改变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台北能够更迈向国际友善宠物这个都市。对，所以这次帮这个诗怡做他这个柴犬，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因为有先问他 MBTI 是什么，是 ISFP， 就是冒险者。那冒险者为什么是柴犬呢？因为柴犬连台风天都要出去遛狗，所以希望台北能够越来对这个宠物，不管是狗、猫、毛小，还有像我朋友养鸡啊，各种宠物可以越来越友善，然后越来越，因为毕竟现在生育率很少嘛，但毛小孩就是我们的宝贝，我希望它可以跟着我们去各个地方。我把传统的铁道博物馆的元素跟台湾人你知道还蛮爱搞笑嘛，
就是有一些谐音梗啊，或是有一些迷音什么的，对，然后我就把迷音这个主题跟铁道这个东西合在一起这样。然后因为就是台北很常下雨，所以有一些雨滴的元素，然后以及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猫咪，所以也可以看到很多猫咪的图案，然后跟街头的一些猫咪的视觉放在我的这次的作品当中。这届的主题叫做烟霞，烟霞其实就是隐喻大千世界，也就是我们城市的生活。所以对我来说，台北是我成长的城市，所以我把这样的感情放在里面，然后会用4个篇章的方式完成这个系列的故事，这样子。然后梳理美是来自品牌喜欢，我觉得在城市生活，你需要有一个很特殊的距离。然后你有你很独特的美感，面对这个世界，你才会有你很通透的世界观。可是大家会觉得很特别的一场，台北时装周的记者会，在未来长期的发展下去，台北时装周每一年都会有特色，但是2024年今年在大稻埕这个记者会应该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特色，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个非常风格店家的咖啡馆，老房子，然后 model 走秀，还有各位贵宾。在这个现场里面穿着服装设计师的衣服，或者是穿搭，或者是看着模特儿穿着服装设计师的衣服，在这里面非常狭小的空间里面考验了我们的创意，也考验了整个模特儿走秀公司的经营管理走秀场的能力。如果各位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支持台湾的国产的服装设计师的衣服造型，刚才我还跟陆若芳议员在聊天的时候，他还讲到说他有几套衣服，平常穿出来的时候呢，常常会被人家讲。其实，如果大家都喜欢这样穿，满街都是米兰城市里面所看到的场景的话，你就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了。所以非常希望我们2位国手以后呢，不打拳的时候下来就穿服装设计的衣服，好不好？在这样的一个古都，在这样的一个古城，在这样的一个140年的一个街道，在大稻埕，我们看到有创新的服装、创新的走秀，它是一个融合，也代表台湾。有各式各样的族群，我们有山有海有河川这样子的一个包容性。那我也希望说，未来台湾的服装、台湾的时尚，可以从我们台北时装周让它发扬光大，可以让它打到全世界，甚至国际上什么米兰啊、伦敦时装秀，或未来在台北时装周也会列在全世界的时装产业上面。2024台北时装周开幕时尚大秀将于10月17号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跨界时尚大秀则是于10月20号在信义区新雅路登场，欢迎民众共襄盛举，用时装演绎城市，玩翻台北潮流。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台湾首部2战悬疑剧集《听海勇》播出后，引起热烈回响，因此公视跟台湾历史博物馆跨界合作，推出《听海勇与他的时代：2战下的台籍战俘监视员特展》，不仅展出剧集拍摄相关资料及道具，也提供了故事下的真实历史背景及馆藏展品，希望让更多人深刻理解这段历史。8月播出的《听海勇》，短短5集内，以台湾人的视角呈现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延续热潮，剧组在台史博推出特展，吸引不少剧迷来欣赏。有很多人说是今年最棒的台剧，但我觉得根本就是有史以来最棒。就看了这个戏剧之后，就会再更深体会到其实人性的部分。展览仿佛让剧迷穿越时空，回到2战历史现场，感受反思台湾人在战争情境下复杂的心路历程。饰演星海3兄弟的演员吴汉霖、黄冠志和朱佑成，在特展开幕第1天就来逛，许多拍戏的回忆涌上心头。稍微有看了一下，我有看到那个领事太太的那本小册子，那是他的小本子，这种感觉很奇妙，就明明一直都是握在我手中的小道具，就突然被钉在博物馆的柜子上面。刚刚有看到那个水泥巨轮，有没有？对，它就在旁边而已。那个也是让我印象超深刻。它其实那道具做得很仔细，它在剧中的设定，我没记错，好像是说它是2吨，但是它真的道具做起来里面是空心的，好像只有20公斤而已。就在那边。印象很深刻的道具就是卡拉梅鲁牛奶糖，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对听海勇的最一开始
到结束，它也是我们三兄弟一个很重要的协调剂。剧中的许多道具都搬来这里，同时配合台史博的馆藏历史资料，采双主轴模式，分成3个单元，讲述2战时期下日本殖民台湾以及台湾人被动员背景，也进一步诉说台籍战俘监视员的故事。在中战到现在79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段的历史它很值得去探讨，也可以触动国人的省思，让大家能够重新回到那个时候的历史现场，重新体会一下那个时候的台湾人的这个战争经验，从戏剧延伸至现实历史脉络，透过跨界合作，让这段历史有机会给更多人认识，开启公共讨论的机会。记者周怀谈的报道。从2019年开办的台湾海洋国际论坛，邀请各界贵宾探讨重要的海洋议题。今年来到台南举行，以海洋净零排放跟蓝碳发展为主题，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修复跟保护蓝碳生态系统，积极面对气候变迁的挑战。来自帛琉、图瓦卢等海洋国家的学生自信表演当地的舞蹈，为现场带来一阵阵热情的海洋气氛。这是行政院海洋委员会与台南市政府共同举办台湾海洋国际论坛，开幕仪式在8日正式展开。这次呢是我们第一次从高雄移师到台南来举办。那特别的是，因应今年是台南400年的一个活动庆典。那我们这次主题其实聚焦在净零排放跟蓝碳。那我们也知道台南有很丰富的红树林生态系，是我们重要的蓝碳生态系。那因为现在很多人类开发造成的气候变迁、海平面上升跟海水酸化，那我们邀请了10国超过20几位的专家，希望可以一起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从蓝碳碳捕捉，还有各式各样的海岸变迁调节方式，来因应气候变迁，减少对于人类、对于海岸环境的影响。今年会选在台南举办这次的论坛，主要是因为台南作为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也是保护蓝碳生态系统的重要据点，期望透过分享跟世界的专家学者互相交流学习。200多年来，整个海岸的一个变迁，原本是一望无际的台江内海、岛风内海，现在都已经是陆浮，也因为这样子造就了台南现在是台湾面积最大的一个湿地的一个城市，2个国际级的一个湿地，包括市草的湿地，包括曾文溪河口的湿地都在台南，还有6个国家级的一个湿地。所以黄伟哲市长对于整个海洋生态的一个保育工作、海岸线的一个保护，包括最近议题很丰盛的所谓的海洋的碳费等等，其实都变为是台南市在施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这次论坛邀请到来自亚洲跟美国等10个国家20多位学者，从学术面跟实际面探讨每一个在政策上、科技上的各项行动。海委会也呼吁社会继续关心海洋议题，透过实际行动为海洋创造永续新机会。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放射性治疗是癌症治疗的重要方式之一，如何降低副作用，精准打击癌症细胞，攸关整个治疗效果。3总耗资5亿元引进全台第一台 1.5T 高阶磁振刀正式启用。这套全名为高阶磁振造影即时导航放射治疗系统，不仅没有辐射，还能够透过精准影像定位肿瘤位置，设定最佳的放射治疗剂量及照射范围，大幅降低副作用。透过精准定位，提高单次放射剂量，缩短病患来回奔波医院的次数，是放射治疗的最佳利器。透过 MRI 核磁共振提供最清晰的肿瘤影像，协助医疗人员进行放射范围定位、精准放射治疗剂量，以有效消灭癌细胞。这是3总耗资5亿元引进的全国第一台 1.5T 高阶磁振刀，能在治疗前及治疗过程中全程即时监控肿瘤，可以说是放射治疗的最佳武器。事实上，那个放射肿瘤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事实上它的一个设备越来越进步，
事实上对病人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而且可以可以延长这个病人的一个寿命。这个是整个在这个放射治疗里面一个治疗领域里面非常突出的一个进步。三种放射肿瘤部主任林群书说明，这套全民高阶磁振造影即时导航放射治疗系统的操作原理，借由精准定位并提高单次放射剂量，患者可以采取1到5次的短疗程放射治疗，并且透过监控及时调整放射范围，不但有效保护周围正常器官组织，大幅降低副作用，更能缩短病患来回奔波治疗的次数，特别适用于磁振造影才看得清楚的肿瘤，例如肝癌、直肠癌、脑瘤、早期乳癌和攝護腺癌等。它主要特色有几个，相较于我们传统的电脑断层导影，那这核磁共振导影是没有具有额外的辐射线，所以我们在整个疗程当中可以及时的监控肿瘤的起伏、肿瘤的位置、大小。那因为我们这机器也是这2年的机器，所以结合最新的 AI 技术，我们每天可以重新制作个人化这肿瘤当天的肿瘤位置大小，来给予不同的剂量，那大幅减少治疗副作用。那同时，因为我们可以治疗的当下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目前的核磁共振跟电脑断层相比的话，对于很多结构，包括脑部、那包括攝護腺、胰脏等等，都可以看得更清楚。那看得更清楚，相对就治疗得更精准。三种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苏玉富透过手中的硬币，进一步说明这台 1.5T 高阶磁振刀的精准程度。我们现在可以用即时监控，看到这个肿瘤在那里，然后直接做照射哈。其实我们现在这样的肿瘤来说了哈，大概就是希望在2 mini 左右哈。它在国外的专家的研究当中，甚至是希望说完全都不要加任何所谓的这个叫做操作性的误差，叫 set up error 啦。因为就是其实在对位上就是有这样的影响，所以因为照射的范围变小，那导致说我们的副作用可以降低。三种放射肿瘤部主任林群书透露，10月底这一套机器设备将再次进行升级，新增即时磁振造影监控，搭配呼吸杂控放射治疗技术，可以进一步治疗肿瘤会随着呼吸移动的癌症，例如肺癌、肝癌、肾癌等，加惠更多癌症患者。我们在这个月底会升级呼吸杂控的技术。所谓呼吸杂控就是说治疗当下，我们治疗那1-20分钟，如果肿瘤随着呼吸，肿瘤落到我们治疗区块，机器才会启动我们的治疗疗程。那如果肿瘤因为呼吸远离我们治疗区块，那我们机器会自动关机。那同时核磁共振即时还在监控到肿瘤又落到我们治疗区块，治疗机才又启动，重新再做治疗。那这样虽然说可以大幅减少我们治疗副作用，可是也会增加我们治疗时间。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2024桃园闽南语说故事比赛决赛在桃园景福宫登场，延续过去开放幼儿园组、国小组以及国高中生的青年组，今年还新增65岁以上的银发组。主办的桃园福伦社希望借由每年举办比赛，让年轻一辈见识闽南语的优美及趣味，达到传承及推广闽南语的目的。2024桃园闽南语说故事比赛决赛周末在桃园景福宫登场，延续过去开放幼儿园组、国小组以及国高中生的青年组，今年还新增65岁以上的银发组。主办的桃园福伦社社长表示，之前有资料统计，台湾40岁以上会讲台语的人有70%，但是25岁的年龄段仅有22%的人会讲台语，可见闽南语的传承有断层问题。因此，希望透过比赛鼓励大家参赛，并进一步了解、喜欢上闽南语，让古早的文化延续传承。不要讲台语，对咱台语母语，加咱母语的文化，加咱俗语用迄个趣味，加咱祖先前人的一寡伊的智慧，就我都了解，非常的可惜。所以呢，阮桃园社、桃园市政府，阮就合作举办第3次的闽南语讲故事比赛，利用这个讲故事，天三讲故事，互咱的学生囡仔、少年人，伊会用培养伊讲
台语的自信，并且我是鼓励参加，只要你有参加，你就有奖励。到尾仔伫遐想来想去，阿兄，我想要掠鱼。新街国小附幼的5个小朋友在老师的指导下演出台语短剧，让观众直呼好可爱。老师表示，他们其实都不会讲台语，都是特别练出来的。因为台语快要失传了，希望让他们借此学习好闽南语，也获得了幼儿园团体组第1名。因为咱的台语就要失传啊，我想要甲迄个幼稚园的囡仔的台语教好，有一个基础，互因去国校啊、高中时阵会当继续闽南语跟故事比赛。囡仔足单纯的，因为足细，因这5个拢袂晓讲台语，是练出来台语，所以因足认真，因足古锥的，足好教。往来伊住伫平安街，食大人口早。因为遮个人逐工拢介无闲，无相交叉，所以拢无人知影往来伊伫咧比啥物吧。平镇国中的陈香涵是青年组第1名，这也是他第1次参加这个比赛。他感觉现在会说台语的人越来越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赶上台就很厉害，也从其他参赛者身上学到怎么样更生动的讲故事。这是我第1次参加这一个比赛，我觉得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人会讲闽南语了，因为有的上去讲出来就是虽然也是讲得很好，我觉得赶上去都很厉害，可是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口音讲。我觉得这个比赛就是很有意义，可以利用闽南语去说一些故事，然后也可以听到很多人其他人的经验，就是看到外面谁比较厉害，然后有什么方法可以，有什么技巧可以把故事讲得更好，更引人入胜。回上上景上煞咯，迄个套这烟桌顶，桌顶有一个红柑，红柑就摕来8壳，红柑壳摕去红柑角。银发组的黄清玲用多个台语绕口令编撰成一连串的故事，拿下银发组第2名。他觉得这样的比赛很好，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学习台语的机会不多，家长可以多跟他们说台语。参赛的孩子或许台语不是很标准，不过从小学习一定可以把台语传承下去。我们现在小孩子学习台语的机会并不多啦，而且在家里面。大人要跟小孩子都是讲国语嘛，所以我是认为说这一些这个大人多跟小孩子接触的时候，尽量用台语来沟通，这样子的话，这小孩子对于这个台语比较会有进步。也许他们的这个闽南语不是很标准，可是他们能够从小学习，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的。2024桃园闽南语说故事比赛决赛吸引许多民众前来观赛。今年是第1次开办银发组，虽然报名人数有限，但是长辈们的表现非常出色，还有人搭配快板来讲故事，相当精彩。桃园扶轮社希望借由每年举办比赛，让年轻一辈见识闽南语的优美及乐趣，达到传承及推广闽南语的目的。记者赖伟一报道。根据台南市环保局调查，每次风灾，台南的学校跟公园大约需要清运出1000多公吨的树枝落叶。为了让落叶循环再利用，同时也减轻垃圾焚化炉的处理量，环保局特别推动设置落叶堆肥站，在多间学校及社区陆续补助了94处的厨余及落叶堆肥站，希望从源头达到垃圾减量的目标。社区志工将落叶扫集中，再倒入落叶堆肥桶，接着在落叶上撒上一层咖啡渣，浇点水。半年后，这些落叶就能变成有机肥，为公园树木补充养分。我们落叶堆肥桶之后，就直接把落叶放在桶装里面，然后去浇水，然后让它去熟成腐化之后，变成那个有机肥。大概半年会收成一次。有了这个堆肥站后，社区不但可以自己生产有机肥，更能达到节能减碳、垃圾减量的目标。环保局它有开一个说明会，我们去玉胜里他们第一个施作那个落叶堆肥桶，
我们去那边听了之后，就我跟关圣礼那个三姐，我们2个是第二个示范单位。我们做落叶堆肥桶之后，真的整个生态环境都改善了许多，不用把一些落叶，以前都是我们公园扫地扫完，都请环保局他去做清运。除了环保局补助的落叶堆肥桶，在公园的另一处也有里山里海工作室辅导建制的都市热带森林复育计划的落叶堆肥区，而且这里除了堆肥的功能以外，同时也希望能够吸引自然生态进驻。我们自从制作这个枝叶园圃之后，我们落叶完全都没有请环保局来做清运的，不仅节省那个环保局他们清运的人力还有油钱。等一下如果要竞拍的话，可以看到他们独居蜂有进驻的话，他会把那个洞口把它填补起来，然后填补起来就表示说这里的生态环境很适合他们来这里做长时间的居住，或是在这边生态环境很好。未来是希望说，未来领角鸮可以来我们这里公园入住这样。里山里海工作室在崇善里的都市热带森林复育计划，在今年6月中旬建制完成。目前已经有益虫、独居蜂来筑巢，希望在未来不久后也能看见领角鸮入住，让生活在都市的民众有机会认识来自森林的教课。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台湾是美食天堂，各地都有许多隐藏美味。本周首先要带大家来到高雄苓雅区，有家在地经营35年的早餐店，每天早上都大排长龙。店家最特别的产品就是全套在烧饼油条里加上蛋饼，独特组合让顾客念念不忘。将擀好的油条放入油锅，炸起来金黄酥脆，让人垂涎3尺。油条外头再加上刚出炉的烧饼，这是当地居民激推的传统早餐店。在地经营35年，就连制作烧饼的器具也很不一样，是一代老板精心研发制作的白铁烤炉。我爸爸本身是做那个铁工的，那这个炉子是我爸爸自己设计的，就是把它变放大版一样，这样，所以就是烤起来的口感跟速度会比原先的还来得快，然后清洁整理也比较好清洁这样。兼具方便与卫生，让消费者可以吃得很安心。营业时间总是大排长龙，客人跟店家也有专属的通关密语，那就是全套烧饼加蛋饼加油条这样的全套早餐，让顾客吃下肚超满足。它这个现烤的就是很香啊，是全套，什么烧饼、油条个加卵安尼啦。伊的油条吼，伊的油做新鲜的，无像人个火锅油安尼乌密嘛，是脆脆。袂像咱咧润润，表示讲物件有新鲜。我来啊，我就拢买油条啦，买迄个猪肉饼啦，买咸豆奶啦，因咧咸豆奶也好吃啦。烧饼油条，给它排第1名呢，就趁热吃比较好吃。嘿，刚刚起来趁热吃比较酥脆。这个组合由来应该是要推算到20几年前，有一个客人，他就是想要这样组合，然后我就想说，改天我来试看看好不好吃。果然这样搭配起来也蛮好吃的。因为早期妈妈跟爸爸他们在经营的时候，就只有卖蛋饼油条跟烧饼油条，但是就是没有全套这个方法这个方式。然后后来是这个客人这样帮我们煮搭配着，就觉得蛮对味的。这样就是为了里面就是里面外酥内软这样。吃烧饼搭配豆浆，让人饱餐一顿。2代老板接手经营多年，用心制作每一道产品，要把这35年来的烧饼好滋味继续传承下去。记者周福清、陈英君高雄报道。以上就是本周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